行域布倫東南區特別巴士路線370，由都巴營辦，來往文華村及消防及救護學院，中途不停站。此路線藉於消防及救護學院大型活動舉辦當日提供服務，接載參觀人士接駁行域快線及其他公共交通工具。位於布倫東南區白路布的消防及救護學院於2025年8月啟用，並於11月15日首次舉辦開放日。都巴開辦特別路線370，於文華村接載參觀者往返會場。2025年11月15日，370線首次投入服務，準備上車，祝大家旅途愉快。勸你咪淨係睇封面去定義，我實在太膚淺。嚟 join 我直播傾一傾，留心聽內心的心聲。請你咪要我太保守，我有個性，偶爾講粗口，重蹈設定好的軌跡，人只會活得清一色。冇必要跟住公式，呢個忽得社會已充斥，歪理多到聽到都懶得分析。但我決定反擊，惡劣嘅世界我要對抗不公，社工都需要有空間放鬆，返到屋企即刻變返好老公觀眾，等緊我嗌咪起哄。凌晨對住部電腦以為我喺度打躉，嗨到好似玩緊，其實製造緊產品。身形睇落排骨比你想象中捱得，埋怨自己當黑多數係自己疏忽。學校扮晒培育偉人，其實就不斷生產偽文，小心教促周世民，勸你咪以貌取人。好似好識講書，其實填鴨式講豬，要我向命運認輸，我寧願私立份畢業證書。你咪淨係睇封面去定義，我實在太膚淺。嚟 join 我直播傾一傾，留心聽內心的心聲。請你咪要我太保守，我有個性，偶爾講粗口，重蹈設定好的軌跡，人只會活得清一色。破壞規則，周圍搞事，無視冇意義嘅考試，為咗做最中意嘅事，我寧願捱下三文治。小資源但高層次，一件事還一件事，就算冇錢大公司都一樣可以上電視。曾受傷過，留下一個遺憾結果，也不枉當初。仲未到終點，半路上咪太計較風險，男子漢就居高雙臂，無需顧忌，要做最真的你。再錯